刀磨菜刀，磨剪刀磨菜刀。是谁呀？这里没人要磨嘎刀啦！就你纱窗纱门换玻璃，就你刷窗刷门换玻璃哦。喂喂喂！烧嘞，烧嘞，还有修理皮鞋哦。太吵了，你一口气讲完好吗？我什么都不需要，快走开，到别的地方去叫卖。真超官。喂，谢老板，是个儿子。哦，是往来啊，真是稀客。您是要磨剪刀，还是菜刀，还是剃头刀呢？我是来哦，不是往来。我不需要任何东西，我只想睡觉。就以纱窗、纱门换玻璃呢？不用。检察官、检察官呢？我什么都不需要。不过呢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想要磨牙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要烧酒雷磨牙杵吗？我们的谢老板烧酒雷是又大又香又耐咬的哦。你是傻瓜吗？我要拆下你的大螯来磨本王的牙齿。本大王在这边睡觉，你却在那边穷吆喝。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快滚！这边又不是你的地方，怎么这么压霸呢？哼，走就走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下次就别找我帮你磨剪刀菜刀。切，我是森林里英勇狮王，又不是做菜的阿基师，哪需要你什么磨菜刀、磨剪刀的？快滚，别吵本王睡觉，不然就找你开刀。想开刀就去找医生吧，压吧。走了就好，可以好好睡觉了。